乐，喜乐，喜乐，喜乐，要主常常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神在这里，喜乐无止境。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开始今天使徒行传的共读。今天要请洪翠玲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翠玲长老的麦克风没有打开啊。喂，听到。好，请翠玲长老带我们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即刻要向你发出赞美，因为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昨天的难处已经在昨天结束。谢谢你带领弟兄姐妹一起在线上读经，我们用神的话来开启新的一天。神的话也应当摆在每天睁眼的时候，用神的话来激励、来感谢、来坚固我们的心，并且设定今天的方向，让我们一起享受神的同在，以及从神那里得着力量及平安。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昨天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前面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记载，那最主要是看到路加的描述是有响声，像大风吹过的响声，有舌头像火焰的舌头，还有口才是能够说起各国的话的口才。那在这120个同心合意祷告的门徒们的身上，男女都有，因为有玛利亚耶稣的母亲，那他们在颂赞神，让彼得在这当中起来讲道。那当时来自东西南北，在耶路撒冷东西南北至少14个加犹大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语言都在颂赞上帝的作为。那彼得就在这一段在这个期间和11个使徒，就12使徒代表所有的人起来讲道。那透过约珥书来让这些犹大人明白，就是在末日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透过大卫的诗篇，让他们明白大卫已经在1000年前就已经预先讲论到基督以及基督的复活。那还有透过圣灵当天的作为，就是这些超自然的响声、舌头、口才来知道在天上神已经立耶稣为这个约珥书的这个末日的主，还有就是所谓的主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但是对众人来讲非常不能不平安的，就是这位主是他们被定，这位弥赛亚居然被他们在快2个月前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么今天要看第2章后半段的最后的经文。那么请翠玲长老带这是对不起，所以我们昨天看到使徒们由彼得代表清楚知道圣灵降临的过程和目的，还有这些使徒明白如何来见证耶稣是基督，还有这一些的使徒都看出大卫诗篇如何来谈论基督的复活。那这一群使徒门徒都相信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那为什么相信呢？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通知。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37到47节。好，那请翠玲长老带我们来读。37节，大家听到了这话，觉得很扎心，向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该做什么呢？”彼得告诉他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你们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
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给所有我们主上帝所呼召的人，就是你们、你们的儿女和一切在远方的人。彼得又用许多话向他们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些邪恶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许多人领受了他的信息，并且接受洗礼。那一天，使徒约增加了3000人。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参加团契生活，分享爱宴，一起祷告。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人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全体信徒继续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所有的东西大家公用。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按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聚会，又分别在个人的家里分享爱宴，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用饭，颂赞上帝，跟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上。好，谢谢。好，那当耶稣升天之前，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要等候，要受圣灵的洗礼。那到了使徒行传第2章，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把旧约、新约天上地上神所要以及在过去、现代到末日神所要做的事情来通知众人。那这也是让后来的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撒玛利亚，让教会能够建立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在今天第2章的后半段是这些门徒们他们同心合意祷告，那到底他们起来做见证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发生？好，那么看到37节，众人听见彼得和11个使徒的话呢，第一个反应是不是生气，不是恼羞成怒。好，那有的人会恼羞成怒。好，那特别像在福音书，当耶稣被出卖的时候，或是耶稣带着门徒在指责这些法利赛人、祭司、撒都该人的时候，他们是更小灯羞气，但是在这里众人居然是觉得扎心哦。所以扎心的意思就是被针所刺穿，被针所刺穿。那所以在这里其实众人也有可能就是领受这个圣灵的工作，因为在希伯来书的第4章17节说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像是一把两刃的剑，能够将人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和剖开。所以扎心的这个词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这是圣灵，就是上帝的话。那彼得的话不见得全部都上帝的话，但是彼得的话其实是根据上帝的话来说话，所以他的整个讲道或是整个见证，为耶稣做见证，都是用神的话来动钩。这些神的话其实早就在这些犹太人来守这个五旬节的这些犹太人的心中已久，但是在这时候呢，圣灵就让这些话好像重新变成一个亮光，点燃他们，所以他们才会突然好像脑袋被打了一棍一样清醒过来。所以他们反倒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该做什么呢？这时候是代表他们是谦卑下来，不再是那种生气、愤怒，或是骄傲，或是躲避、逃避，而是真的要去面对，因为这个弥赛亚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等候已久。那他们居然把这位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透过使徒们的见证，那他们也听风闻，因为只有短短2个月，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位耶稣已经被传开，很多人都见证他的复活，所以他们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现在终于在看到一个亮光。38、39，彼得给他们很清楚的方向。那彼得为什么能够清楚知道？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耶稣早就这样教导。那彼得对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
好，那悔改 repent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改变方向，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过去所走的方向不对，你们敬拜上帝的方向不对，所以要改变方向，不是用这些旧约仪文仪式的方式来敬拜神，而是要让圣灵来更新，希望你们的心意更新变化。那怎么改变方向呢？就是要奉耶稣的名受洗。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这个大使命就是叫门徒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洗礼。那在福音书当中，我们只有看到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也没有，他是奉主的名来洗礼，那但是他没有奉子耶稣的名，也没有奉圣灵的名，所以耶稣已经清楚知道这个整个受洗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的洗礼那会产生什么？就是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如果但是是不是说只有奉圣父的名罪洗礼，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那我想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完全的救恩是从圣父、圣子还有圣灵而来。所以这个奉谁的名呢？意思就是说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救恩这个末后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所扮演的角色和必要性和重要性。那当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洗礼呢，那会使罪得到赦免，还有领受所赐的圣灵。好，那这个领受所赐的圣灵呢，这句话就是说就会拿到圣灵的礼物礼物。所以受洗这件事情呢，在罗马书第6章也有提到，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主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主耶稣一同埋葬，使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个受洗就是前面讲的悔改，就是要有一个方向的改变，有一个新生命的样式。那这个新生命的样式呢，也是圣灵的礼物，那可以说就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焕然一新。以前做不到的，从前说谎的不再说谎，偷窃不再偷窃。好，那就像是这些彼得和这些的使徒们一样，那他们从圣灵浇灌下来之后，他们感觉是瞬间，感觉是一时之间，他们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好，那从过去没有学问的市井小民，现在成为一个可以在耶路撒冷对着成千上万的人来传讲、来见证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事情。那这是彼得对他们衷心的建议。那39节说，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是这个应许是什么应许呢？就是2章16节约珥书的应许17、18、19、20，就是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在末日。所以这应许呢是给你们，第二个你们的儿女，第三个还有你们，还有一切在远方的人。那所以只有听见这话还不够，要把这话传下去，就是给你们的儿女，表示呢我们都是主所呼召的人，而这些呼召的人包括我们还有这一代，还有我们的下一代，还有呢要把这个主应许呢传到远方的人都是神所召的人。那所以这也已经定下了，就是传福音的对象是谁呢？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领受福音，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把福音教导我们的子女，第三个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外面去，向外邦人做见证。所以这个彼得这短短的2句话呢，讲到了怎么样面对复活后升天已经成为主基督的耶稣呢，就是要悔改受洗，领受圣灵，罪得到赦免，进入上帝的应许，还要把这样的应许呢传给人。那第40节到42节，彼得又用许多的话，或是说用更多的话，但是路加没有把它记载下来。那路加显然已经认为这些重点已经足够完整，那来向他们做见证。那当然这个见证就是做耶稣的见证，可能他包括提到他怎么样跟耶稣出入生活耶稣所说的话。但是彼得也有这个
路加又留下一句话，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些邪恶的人所要遭受的惩罚，就是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所以当救自己，这个感觉好像是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他这个当救的意思是你们要被救，愿意被救，所以其实就是要做出一个选择，要做出一个决定，要不要被主耶稣所救，要不要被这个圣灵所更新，就是愿不愿意。那不是强迫的或是逼的。41岁，许多人呢，彼得可见他讲的是很有功效，许多人就领受他的信息，并接受洗礼。那就没有跟彼得，不是像之前的法利赛人或是这些经学士跟耶稣一直在辩论。现在这群人呢，他们用眼睛看见当天所各样的神迹奇事。早上9点钟听完彼得讲到可能10点钟或是11点钟或是更久，但是呢他们就听了就接受，然后就受洗，所以那天的信徒约增加了3000人啊。那这门徒约添了3000人。好，在这里没有强调男人或女人。那但是我们从这个福音书的记载，5饼2鱼这一件事件的记载，说5000人是指5000个弟兄，所以可能呢在这里的3000人也是指弟兄。那或是呢真的就是弟兄和姐妹，因为毕竟在教会当中不是像犹太人的会堂是以弟兄。那但是这些人呢都有什么样子的记号呢？他们都专心向使徒们领教，而不是来辩论的，不是来踢馆的，不是来找茬的。还有呢，参加团契生活，分享爱宴，一起祷告。这里看起来有4件事情。专心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导，所以这些使徒呢成为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小耶稣。那耶稣怎么样带他们过去这3年半的时间，那他们就这样子来带别人。那第二个呢，参加团契生活。好，那旧的和本翻成彼此交接哦。好，那这个团契这个字呢，是一个指生命共同体。好，那它的意思比较多是吃饭，或是一起有宗教上信仰上面的活动。好，那团契，好，那这个可能是跟吃比较有关系。分享爱宴，好，分享爱宴和本翻成波饼哦。好，那分享爱宴的话，翻译会让我们就是直接变成吃饭。好，那但是在这里波饼让我们知道它就是指圣餐，好，就是纪念主。好，所以我想这个波饼分享爱宴，好，应该就是说在纪念耶稣。好，因为耶稣说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那第4个就是祷告。好，那这祷告呢就回到他们在1章14节五旬节前那10天，耶稣升天后他们怎么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所以他们继续维持这样的习惯。好，所以这4件事情就是教导，然后团契、波饼、祈祷。好，那这也是他们在受洗之后的一个选择，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扭曲邪恶的世代，就是有一个教会生活的雏形啊。所以我们如何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效法，这世界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就是彼得在这里已经讲得很完整。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第五旬节的过程，就是有人传道，彼得使徒起来传道，就有这些的人群众听到之后的反应就是会有人信道，信道之后呢就会行道。好，所以我们真的要行出神的道，前面还有很多的程序。好，那这信道呢，好，是圣灵的工作，听道呢也是圣灵的工作，传道呢也是圣灵的工作。好，因为当耶稣已经完成他的救赎的工作，升天。好，那他差遣圣灵让人来传道，让人来听道，让人来信道，还有包括让人来行道，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根据调查，那时候的耶路撒冷的住民呢，大约有5万人。好，那或许最多到9万人，但是这是原来就住在耶路撒冷地区。好，但是现在加上呢是五旬节，
所以许多来耶路撒冷圣殿朝圣过节的人呢，可能让这个人数更多。好，那不管有时候可能到20万人、30万人。好，但是不管来多少人呢，好，但是现在这些门徒们从3000个人开始，好，从这120个应该12个，好，然后到120个，好，到现在增加了3000，好，那这些人怎么样来向这么多人来做见证，还有传给远方的人，好，透过这些天下回来过节的人呢，把这个样的福音又带到更远的地方去，好，所以可以看到圣灵的作为。那最后几节43节，使徒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啊，好，为什么呢？因为让人可以起敬畏的心。好，那和本跟现在中译本是把这2句对调。和本是说众人都心存敬畏，好，因为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迹。好，那现在中译本是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好，人人因此起了敬畏的心。好，那这些神迹呢，好，显然路加也没有要去强调，因为你可能读路加福音就可以看到耶稣带着门徒怎样行神迹，好，然后给他们权柄，要他们两个的出去，好，去为谁祷告、祝福、医病、赶鬼，好，这些好都是神迹，好，让他们可以服在主的名下，好，所以可能就是在路加福音已经描述过了，所以使徒行传也不再刻意再去强调，好，那44节许多信徒呢，好，就全体信徒继续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所有东西大家公用啊。好，那凡物公用，好，这个凡物公用就是这些东西是共通的，好，是分享的，是共用的。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过团契生活呢？好，因为可能当天受洗的第一批的3000人，好，里面大部分都是从外地回来，外地来圣殿的人，好，当然不是当地人，不是像像这些人可能是当地人，其实甚至连彼得他们都是外地人，好，因为他们是住在加利利、加百农，好，那一带的人，好，他们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当地的人。可是因为有这个马可的家，好，玛利亚，所以让他们好有一个地方，好，是他们的一个大本营。但现在这么多人呢，他们要怎么样能够一起的团契，一起的领圣餐，一起的祷告，哇，那这个是一个大工程。不要说3000，就算300个人的爱餐，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何况3000，那他们必须要有一个。他们也那时候也不可能叫外卖叫餐厅，好，那教会也还没开始，也没有这些的基金，好，也没有这些的储蓄和存款，所以真的就是透过这些的信徒，好，那大家怎么开始的？可能就是有当地人，有外地人，好，那有钱人或是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好，那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雏形，好，都没有人来做。说应该怎么样，好，但是大家甘心乐意，甚至呢，好，这样的日子维持一段时间，好，不是只有1餐2餐，也可能不是只有1周2周，因为我们看后面的使徒行传呢，好，就是这个是维持一段时间，所以甚至必须有45、46，好，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好，所以这个卖掉不是说五旬节那一天就卖掉。而是当这个需求越来越多，好，大家就开始发现要来彼此的帮助，圣灵也感动他们，卖了田地，卖了家业，做什么呢？把这些换来的钱呢，来把每一个人所需要的，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这需要就是用在吃啊、住啊、聚会啊、上面的需要，所以这是一个圣灵所带出的一个很奇妙的工作。那么在读历代志上，去年在读历代志上的时候，读到历代志上第12章，发现在大卫的时代就已经有过这样子的凡物公用的生活。历代志上的第12章，就是记载早期跟随大卫这一群人。那提到说每一天都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大卫成为强大的军队，如同神的军队一样。好，那这些人呢，跟着大卫都来到希伯伦，拥立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那他们在那里3天跟大卫一起吃喝。好，那他们在这当中呢，许多人呢，好，从不同的地方的人，附近的人，
把食物、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骆驼、用驴、用骡子、用牛驮来，带来了许多的牛和羊，好，让以色列中充满了欢乐。所以这个五旬节凡物共用，并不是只有在使徒行传，早在1000年前大卫的时代就已经发生过，没有强迫，没有逼迫，都是大家甘心乐意。好，甚至在更早之前，摩西的时代，好，他们要建造会幕的时候，都是大家甘心乐意把奉献都带到这个摩西的面前来。好，那所以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罗马书第14章17节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好，那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好，这个圣灵中的喜乐就是让大家都是甘心乐意的做每一件事情，而不会一边做一边埋怨，一边做一边在看别人在比较。好，那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记号。好，在教会当中大家如何同心合意，好，能够充满喜乐，好，就是需要有这个圣灵的工作。好，那最后46、47在这里讲到了虽然只有短短的2节但是这里讲到至少12件事情好，那我照和本的顺序好，第一个就是他们天天，第二个他们同心，第三他们合意，第四恒切，第五在圣殿里，第六敬拜，第七在家中，第八擘饼，第九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第10用饭，第11赞美神，第12得到全体百姓的喜爱。好，那这路加很厉害，好，就用这几句话就把那时候这么复杂或是说这么多的事情，好，那他就把它记载下来。好，那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好，所以他们这个凡物共用不是只有1个礼拜1次，1个月1次，好，那1季1次，是天天，好，然后呢大家都同心都合意，所以这个是几乎是无懈可击，没有什么可以挑的，大家都非常享受 enjoy， 所以甚至还得到全体百姓的喜爱，大家都能够在爱中生活，这真的是可以说是这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当中最美好的画面。那就圣灵大大的充满，所以大家不活在罪中，是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好，那最后提到的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就会因为用这样子来见证，就能够传福音，所以他们在这边的生活，大家就会聚集，然后就愿意接受这些使徒和门徒的教导。好，那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真实的悔改。什么是真实的悔改呢？那虽然耶稣的时代也有人悔改，但是耶稣的时代很多人不愿意悔改，拒绝。但是当圣灵来到之后，这个工作更明显，而且更快，而且更大，更有果效。真实的悔改是由圣灵把真理真道刺入人的心。好，那这也是希伯来书4章12节所说的，圣灵的喜使人悔改受洗，一直到领受得救的应许。好，那这应许是在约珥书耶稣的时代的700年前就已经所说的，在那大而可畏末日后的日子，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好，所以这个应许到今天我们还在这个应许当中，因为那个末后的日子有天上有奇事，地下有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太阳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些事情呢，都是在提醒我们末后的日子要来到。第三，受洗之后要专心学习真理和团契的分享生活，所以他们受洗的3000人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彼此团契，还有擘饼，还有祈祷。第四，他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见证。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现代中译本的翻译是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这个和睦不是说表面上的，就是大家不会吵架，大家不会骂来骂去，大家都很安静，这还不是真正他们是每一天都是高度的接触，高度的聚集。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就是反正1个礼拜才碰面1次，就算我不喜欢他，我就少来，这样我们就没有吵架，我们也在和睦。不是这样，他们是天天12件事情，每一天不断的发生，不断重复。好，那但是在那圣灵的同在呢，让他们不会去看彼此的差异，而会看彼此的共同，而且他们会一个热心，就是期待耶稣快快回来，耶稣能够从天上再来。因为他们都有
有一个心，就是末后的日子快到了，末后的日子快到了，他们要警醒啊，他们要预备。好，那如果他们知道说，哎，耶稣不是那么快就回来，甚至还要过1000年，甚至到现在快要2000年，耶稣还没有回来，末后日子还没有来到，那他们会不会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呢？这也是很难说。但是所以耶稣才会说末后日子没有人知道。好，如果知道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懒惰，会松懈，反正耶稣不会那么早就来，那我还是先过我自己的生活，等到他快来的时候，我再来过耶稣要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会选择说我们要受洗，等到我快不行的时候再来受洗。我现在人生还很重要，还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先不要受洗，因为受洗我就被约束住了。但这都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好，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五旬节圣灵浇灌，让我们看见在初代的信徒，他们如何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如何真实的让上帝的话将他们灵与魂来刺入和剖开让他们知道上帝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也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悔改，必须要受洗，不能够继续用错误的方式来服侍神，来敬拜神，以至于将来不能得救，甚至连弥赛亚都杀害。也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今天的时代当中，我们能够继续效法初代的教会，也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操练我们来选择过团契的生活，专注于圣经的教导，也能够追求在生活中的团契，同时让我们纪念主的擘饼，还有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恳切的祷告让得救的人能够天天加入教会我们家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身边还没有信主、还没有领受的，都能够因着我们同心合意的见证来看见上帝的恩惠。我们这样子线上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多谢老师，拜拜。平安，拜拜，谢谢牧师，平安，平安。我来到神面前，最喜乐神面前，弹琴跳舞，大声欢呼。我来到神面前，最喜乐神面前，有了你，我就喜乐。我选择喜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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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主常常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